没有要送上去啊，只是在做这个分享的动作，然后它会有出现这个影片的标题，说明那个就是影片的标题啊。就是要用手机语音助理，本来是从 OK Google 去找的，结果发现还有比 OK Google 更进步的，叫做 Google 助理啊。讲话超有台湾味的，中文版的，原来是从台湾发展出来的。说还会帮忙打电话去订那个餐厅的位置，哎，好厉害哎！不是都推给那个搜寻的结果，已经演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会处理的。